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应当欢喜快乐。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用最大的热忱来赞美我们的神。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一人捧你欢呼，神永不息。我们拍手，将荣耀归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相信神的爱每天都在我们当中 ，Amen。今天在这里，我们要与神相遇，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我们一起来敬拜。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
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主啊，我们依靠你，有主你的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惧怕的了。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单单的来依靠你。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临近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临近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
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们安然居住，我们宁可在耶和华的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聚集你的儿女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朝见你的面。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灵就降临在我们中间。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洁净；借着耶稣的复活，使我们生命有盼望，人生有方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同在，使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靠主得力。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圣殿，也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是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也透过今天牧师的讲道分享，使我们的生命被培养、被造就。谢谢你，因为你说凡来到你面前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你必赏赐给寻求里面的人。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遇见你，帮助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主啊，有你圣灵不断的浇灌，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的爱吸引我们与你相遇。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感谢。感谢是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主。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真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真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起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爱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信靠你，也要照你的真理行走。感谢主。现在我们要献上时间、金钱，来为你主所用。请你悦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坐下来前，请跟你的左右前后问个好，愿你平安。今天来到神的殿，喜乐吗？开心吗？我们要欢欢喜喜的进入神的院来朝见他。这个时候，我们来做报告。首先是本会的报告，本主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那么我们很高兴，我们王荣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目前是真理大学的校牧以及讲师。那么今天的请安报告，也请弟兄姐妹多多关心教会公报社相关的事工。待会王牧师会做一个说明。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也代表教会先谢谢王牧师今天待会儿的勉励，谢谢。好，接下来呢，9月1号，我们要举行今年度的第5次的圣礼典。然后受洗的弟兄姐妹，请在8月18号以前向主任干事或行政干事来报名。当然，现在教会受洗前会有课程，所以要提早报名。好，下一页。7月28，也就是下个礼拜天的下午1点，在401教室要召开第416次的长执会。那么，请各单位各部，在7月24号，也就是在礼拜3以前，提出报告的资料，并且预备心参加，并且要准时。那如果有不可抗力的因素无法参加，那么请事前这样向陈牧师来请假。传道部的报告呢，7月21号，今天12点半在402的教室召开传道部的部会，那么请该部的同工能够准时参加。传道部在今年的10月几号？13这个日期很重要，请你预留，因为今年是我们社教59周年的纪念，所以我们要举办一次的户外礼拜。那么当天是从早上8点出发，一直到晚上6点回来。那么行程包含我们要去真理大学的参访，还有主日礼拜，以及游览，还有淡水老街、渔人码头。最近1年没有去过的，请举手。没有去过渔人码头的，还蛮多的哈，我也没去过啊，我也想去一下啊。好，傍晚呢，我们会回到桃园的老船长餐厅来用餐，用完餐我们才结束当天所有的行程，会返回教会，会有车子载您回教会，所以呢，也请大家要提早报名。好，下一页。那报名费多少钱？400，会不会很多？会不会太少？如果你觉得太少了，就请你奉献为死奉献OK 感谢主哈。那么不占车位的就不用钱，譬如说还在肚子里的就不用钱哈。还有呢，就是可以抱在手上的就不用费用欢迎小朋友都能够参加。我们上一次的举办是应该在9年前了所以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全教会一起来户外礼拜。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含线上的弟兄姐妹，也能够一起来参加。大家讲好不好？大家买通哈。所以回去记得这个我们也欢迎还没有信主的或者慕道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参加。可能有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真理大学，对不对？这是台湾一开始马偕来了以后很好的一个读书的一个发源地哈。台湾接受这整个西式的教育就从那地方开始的。我们希望透过整个教会的巡礼，或者是真理大学的巡礼、淡水的巡礼，让我们弟兄姐妹更坚固我们的信仰，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家人让他们有机会来听见福音，得到救恩。那么用小组为单位开始受理报名，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报名？什么时候？主日当中、敬拜当中不要报名哈。等一下敬拜结束、礼拜结束以后，请你就拿起手机，赶快跟谁报名？小组长。那你知道你的小组长是谁吗？如果不知道，请找主任干事哈。那请兄姐踊跃报名参加。好，那我做一个民意调查一下，不能去的请举手。
哦，那就表示大家都能去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好，下一页。那么我们教会每个月都会有举办健康关怀咨询活动，时间是礼拜天第4周哈，原则上都第4周的早上10点半到11点半，也就第一场礼拜结束以后，会在教会的49号的1楼来举办。那么我们有教会的一些医生们弟兄姐妹来帮忙。那么适合的对象就是只要99岁以下都可以那咨询的内容包含我们慢性病、饮食、儿童发育啦，或者正确的饮食建议，赠送小礼物那有的人问说，那有没有减肥计划不好意思你就当天来问我们的同工，这样好吗？欢迎你们那当然，如果有社区的朋友或我们的家人或有需要，也欢迎你们带他们过来我们的专业医生会有好的咨询。所以这个时间是在下个礼拜天，每个月的最后一周，下个礼拜天10点半到11点半。好，下一页。这个要不要钱？不用都是免费的好，这是教会已经读完了3卷书了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那么还有希伯来书之后，我们7月15号的晚上开始圣经共读，是读哪一卷？历代志历代志上下，事实上它是1卷书。那如果你有参与在圣经共读的，那也邀请你要坚持到最后。如果您还没有来不及参加的，请您记得，如果有 Google Meeting 的话，跟你的小组长要那个连结。每一天的晚上几点？8点到8点半，8点到8点半都有圣经共读，一直到9月20号。那如果是你晚上来不及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听？第2天早上的6点会挂上 YouTube， 那你可以上去，你上班的路上，你可以播出来听。这样了解所以希望大家尽量能够在晚上8点到8点半，与陈牧师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共读，让神的话语真正成我们每一天的帮助。下一页。好，那么公报社呢有新推出手抄诗篇的一套3册，600元。那抄完呢，还可以参加荣誉榜活动12套以上，我们教会有购买到12套以上，那优惠价是528元。到7月22号截止。主任干事那边还有几套？已经卖完了，全部卖完了那如果还有需要的话，还是找主任干事登记一下。我们凑满12套以上那现在都可以528块钱好，下一页。好，我们7月24号也是礼拜3的早上10点半到12点，我们有社区的讲座。那么这一次的主题是穿越梦境，跟自己对话与自己对话。讲师是王荣义老师。那么相关的内容，请你看周报的内容。好，下一页。来，第2组的周明玉姐妹在7月14号上礼拜天蒙主恩召，享年55岁。在礼拜3的早上8点半，要在桃园市立殡仪馆怀德厅举行入殓礼拜，9点告别礼拜，之后就火化礼拜。下午2点会在台北圣城，也是基隆的信义区。基隆路应该是基隆路的信义区深澳坑路347号举行安放礼拜。那我们知道周明玉姐妹是周介清长老夫妇的女儿那么因为因病而过世愿主安慰的灵与遗嘱同在。好，下一页。好，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新朋友？好。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在这边也是要鼓励大家，每一次来我们就认识一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年有几个礼拜？52个礼拜。陈牧师说，52个礼拜以后，你就至少认识52个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大家更能够在主里成为一家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起读今天的金句，是在以弗所书的2章8节，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我们再来一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好，我们荧幕先关掉一下。来，虽然我们读了2次我们也来熟悉一下。来，荧幕先关掉一下，大家一起来背诵一下。可以吗？好，那不用来，荧幕不要关，眼睛闭起来。
考验一下自己啊！神是赐智慧的神，愿神的话我们就吃进去，一起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2章8节，记起来了吗？来，跟你的隔壁说，你好棒，记起来了。回家不要忘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今天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23章1到6节，以及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我们一开口，神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你相信吗？阿们。我们一起来读，来。那些残害驱散上主子民的统治者惨了，他们原是应该照顾上帝的子民的。关于这些统治者，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没有照顾我的子民，反而驱散他们。瞧吧，我要因你们邪恶的行为惩罚你们。我要从我放逐他们去的各国，把残存的子民召集起来，带他们归回故土。他们会多子多孙，人口繁盛。我要派领袖照顾他们，像牧人牧养羊群一样。我的子民不再惊慌恐惧，我不再惩罚他们。我上主这样宣布了。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枝子，他的统治贤明。他要在这块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在他统治下，犹大人民将安居乐业，以色列人民享受太平。他将成为上主我们的正义。第二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不太长哈，跟历代志比起来，历代志一天要读80几节哈，所以大家润一下喉咙，一起来读神的话。来，从前你们因犯罪违抗上帝的命令，你们在灵性上是死了。那时候你们随从这世界的邪风恶俗，顺服天界的掌权者，就是管辖着那些违抗上帝命令的人的邪灵。其实我们每个人从前也都跟他们一样，放纵本性的欲望，随从肉体和意念的私欲。因此我们跟别人没有差别，都注定了要受上帝的惩罚。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他对我们的爱浩大无穷。我们的灵性在违命的罪中死了的时候，他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再活过来，是因他的恩典救了你们的。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阿们。这时候我们要请，还有一节，对不起，还有4节，来。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他极大的恩典，就是他从基督耶稣向我们显示出来的慈爱。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这是上帝的恩赐。既然不是靠行为，你们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借着基督耶稣改造了我们，要我们去行善，这是他早已计划要我们去做的。以上，愿上帝话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这时候我们要请王荣章牧师来讲道，他讲的题目是同被建造，做主善工。同被建造，做主善工。好，对不起。廖长老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高兴在文字事工受教会公报社委托，
派我来迦南教会，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哈。那在这个进入今天主题之前，我要先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欢迎，10月13号要到真理大学野外礼拜哈，就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啊，这个来淡水一游，是这个借由这个野外礼拜，可以来认识这个大自然的美啊，那还有认识我们北部教会发源的这个起源地啊，在这个马街牧师他设置的牛津学堂啊，还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历史事迹啊。那很重要的这个另外一个关联性就是，我们教会今年59年啊，1965 10月31号设立教会。那我们真理大学前身是淡水工商专科学校，是1965年11月1号开学。那可能有人要问说，为什么是11月1号开学？那个下一次你们去真理大学的时候，我再利用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我们这所长老教会第一所现代大学的筹划过程，有遇到很多的困境。在各方的这个奔波之下，好不容易才通过。在1965年的6月的时候，这个第一个阶段通过，然后在第二阶段又拖了所以到11月1号才通过这个设置所以这个有一段历史的不过差一天10月31号跟11月1号那这个关联性，你们迦南教会来相隔9年又来第二次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那当然这个是利用这个文字事工稍微说明一下，这个10月13号欢迎各位弟兄姐妹来淡水一游一起同颂主恩。那今天我们这个文字事工文字事工，听到文字这个可能我们在新的世代这个电脑3C 产品使用的非常普遍的时代，文字事工大家都可能还想到是纸本的或者是写很多的这个文字。现在年轻人都流行很短的这个字句，就要表达它无限的这种生命力这个非常难了解，就在这里这个2-3句话就说我的情感很丰富那不然就是走这个图像一个图就要让你解读当然这个是一个新世代，不过还是一样文字还是很重要。那文字事工呢支持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就是当然我们在代祷中来为这个文字事工来做这个关心代祷。第二种就是当然我们如果在经费上的支持可以利用这个奉献袋。第三种是更重要的，我们夹报里面这个周报夹页里面有这个更新，这个也有电子版，但是呢文字这个纸本的也是有在印这因为它使用的方式可以多元性的我们这个福音事工要多元性，像这种这个更新更新它的内容，重点是在内容是信徒的信仰历程，然后投稿，然后集结成这一个每一个周刊里面都有大概3-4篇5-6篇不一定，信徒的信仰经历，有遇到挫折的，有个人的这个事业的、学业的、身体健康的、家庭婚姻关系、婆媳之间，哇，包罗万象。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如果你跟弟兄这个朋友要跟他介绍福音事工的那个内容的时候，你拿陈柏志牧师的讲道集给他听，哇，这太难了吧？那读老半天，可能他也很难理解。但是呢，拿这个更新你跟他讲说这个婆媳之间，我们刚好这一篇你可以参考一下他读起来就非常的深刻，有这个连接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福音事工的管道是在这里，就是更新的信仰内容。那你说支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
如果没有一个整理，就会很平常啦。虽然好像有，但是你要很难去把它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理解跟要讲述。如果你有心，你就整理一下，这一篇写的也不错，也非常感动自己，你也把它试看看投稿，就是寄到这个公报社，他们编辑就会看参考，如果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感人非常打动人心的，他就会帮你看出来。那你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分享的历程，让很多朋友可以借由你的信仰见证来这个什么认识主耶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行动力，好处很多。自己的信仰的再整理，然后很清楚的来回顾过去上主怎么带领你走过你的人生历程。再来呢，你可以展望未来，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同行这永恒生命的道路，这是最实际的，这是最实际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在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分享这个也是很好了。不过分享完再把它写下来更好，更好。所以更新这个那你的支持度就是全面全方位的有代祷，有经费，然后有自己个人的生命历程。那你知道这种更新，我们在支持小小的一个这个折子，有时候就想到说我们华人社会很一般的这种传统社会，他们这个特别是宗教他们很流行一种叫做注印做功德。你们大概有机会听过了这种的是小东西他们印的是经，就像我们的基甸会一样，印圣经他们印的经典太多种了。你到当然我啦我过去在做一些研究，我就很多庙宇也跑去一本很大本的这个经书刚好我可能要参考里面的，问那个旁边的那些师兄师姐，这个我要多少钱买？他说不用，送你结缘品结缘品善书。然后我回去看后面比如说王荣昌大德注印500本。注印500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他们在做文字事工的方式他们在做注印的。当然，这个是一个传统社会的一个观点就是助人嘛，助人除了实质上的救灾救济所以那个每台湾或是我们邻近国家遇到的一些灾难，不落于人后，大家就掏钱，是不是？那当然，我们教会是没有到那个街上去，或是市场去、市集去跟人家募捐的你们下一次试看看这个可以做看看，很快就很多人就，比如说什么水灾、地震，你去拿那个捐献箱，去，很快就会收到很多钱。因为讲助人、做功德，这是传统社会的这种观念，这个是好事。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善心的一个持续性，跟它的实质效应的帮助，我们常常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性，就是说，做善事很多时候你平常你自己在做，你就回顾一下，像我的例子我最近在照顾我岳母，我跟师母一起照顾95岁，但是呢，我们常常就会遇到一件事情是，好像平常照顾就问安什么这样我岳母就没有什么特别说会有很激动感动的这种表现，说哇感谢你感谢你我们做了也做，但是呢很有趣的是，朋友或是教会会有很久来一次嘛，对，来一次哇，他就会说感谢什么讲了一大堆那我们在旁边就想，我们这个不值得这个平常都是我们在照顾24小时在照顾怎么一点这种感谢的话都没听到从我岳母口中讲到这个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我遇到了但是我的意思我要跟各位分享是说，很有趣你的善心
善行要如何持续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有没有真的帮助到对方呢？这个是我们要常问的。好，当然从人的角度，保罗也说过，做工得工价，这个是他很清楚告诉你跟我，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很希望得到一定的回报嘛。我哪有去上班都不拿着工资的？但是对，回过头是说，那我们做善事得回报，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对，没有错啦，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啊，在想无限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期待啊。面对我们的处境，你跟我都是有限的生命，但是我们的欲望是无限的，我们都想要更多，最好是都能够符合我的期待是最好。我很想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做那无限的事情，所以在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善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出现这个问题，会有有限跟受影响的这种行善的这种问题性，做不持久，做一半你就会觉得很辛苦，或是不想做，还是你做了，对方却没有得到你应该他应该得到的。就像父母亲常常会跟孩子说，我有代沟我很照顾，我很爱他，但是孩子好像觉得都没对位，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以我们无限的欲望的期待，想要吻合到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以一旦是在这样的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无限的欲望下所产生的所谓的社会的任何的事情，通通会变质。所以母爱多伟大，就会遇到很多的这种母爱的问题性。夫妻之间的爱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性，这就是有限跟受影响的行善的这种问题性，不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这是一个现况，是一个矛盾，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很诚实去面对的。包括今天你跟我信耶稣的每一位基督徒，或是正在追寻这信仰的基督徒，我们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性。我们要面临。所以保罗今天写的这个以弗所书的书信，要来劝勉。保罗写了很多书信，现在我们都不太写信了，几乎也不写的了。现在在座的有没有在写信 ？email 那个简讯，对不对？现在都是这样。我还记得我民国83年去国外读书，去英国读书，师母跟孩子在家里，在台湾没去。那个时候的这个电脑还没有很发达，电话很贵，所以呢，我每个礼拜一就写一封上个礼拜的事情，上什么课、去教会的事情，写，就寄给师母，寄给师母。所以回来以后，这个现在他帮我收集好了，收集好，我想说哪一天可以出版嘛？没有了，我没有那么厉害啊。现在没有在写了，大家几乎都是简讯。传一传，email 现在几乎快也没有人要写了，因为还要写一些什么内容。保罗写了很多书信我们今天都这个在阅读他所劝勉的内涵议题，都是当时候的教会弟兄姐妹遇到的教会问题嘛，还有跟社会的这种问题、风俗习惯的问题等等。那想说，牧师那个1000多年前的事情，保罗写，我们都读一读就好了。你没有读的过程，发现到时空背景转换到今天，他也是写给迦南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问题，只要面对那有限生命的人的无限情欲所产生出来的，到今天21世纪还是继续在发生。只是时空、人名、地名换了。议题拿出来，议题拿出来，有没有教会纷争的事情？不用客气了，这个我们都关起门来说嘛。有没有教会纷争？有。有没有这种嫉妒的事情？有没有诽谤的事情？有啊。好，保罗写书信就是要劝勉当时候的弟兄姐妹信仰的警醒。
跟自我的这种反思。保罗写的这个不是要拿上帝的这个尺度去量他们，是唤起弟兄姐妹要注意到信仰的这种问题。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有几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提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有遇到。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随世俗的这个风俗习惯，还有世界的价值观。那我们今天也不是一样吗？我们台湾的基督徒从北部教会152年，1872年3月9号马偕牧师登陆淡水开始，到今天152年嘛，对，152年北部教会整个社会的这种发展，没有基督徒从来没有影响过台湾，就是主体性，用人数比例来看的话，我们还是少数嘛。所以整个世界潮流，就是以北部教会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一样受到大环境的传统习俗、社会价值观的这种影响。虽然我们教会有办很多这种信仰造就课程，但是时间都很短啊，因为我们不住教会嘛。我们今天礼拜完，等一下就回家了。回家以后，明天上班，5天8个小时，你就要跟同事一起工作。然后呢，他们的一些主管的一些想法，同事的一些想法，不断的在跟你冲击冲撞。你做的是专业的这种业务的工作，所以你会把它区隔开来吗？很容易，你就会开始发现到说，好像信仰的事情是一套，世俗的工作是一套。所以呢，我现在是在做世俗的工作，我就跟着做就好了，避免发生冲突或是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我们现在很多这种面临的是个上班族的。你呢没有那个牧师，我没有上班，我在社区里面，你不知道是三姑六婆，大家通通不是基督徒，或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你要跟他聊什么？聊耶稣爱你，聊我们这个小组聚会，聊这个圣歌队，聊主日学，聊妇女会，聊没有？聊不是聊一些什么股票啊，不然聊一些什么婆媳之间呢？不然就小孩子这个教养的事情。那阿公阿妈就讲这个隔代教养的事情。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吗？好，那你说牧师，我可以带入信仰，但是他们不是的时候，你好像随着他们去结合起来的话题就搭不上的感觉，你就要慢慢靠拢他们嘛，会比较容易谈。今世的风俗，保罗要提到的是说，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以弗所教会面对就是这个问题。当时候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是有希腊的这种智慧，强调人的智慧，灵肉分开的等等的这些不管。但是以今天台湾的教会，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很多所以到底你跟我的那个警醒的界限在什么地方？你有没有注意到？不是不用了，就是这样过，没有什么特别。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性，我们要如何致死这些，或是把它筑一个防火墙？这是保罗说的。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种灵性死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顺从这个比较多，大于顺从主耶稣嘛。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去想到的是，我们平常在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邻居左右，我们在跟他接触的时候、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我是基督徒啊，我有什么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不然大家长起来都一样嘛，都一样的大环境生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保罗提醒我们这个。第二个，这个是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肉体的情谊。基督徒很有趣哈。教会，我们信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想法、内容、感动层次都不太一样因为你的议题跟我的议题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共同是主耶稣嘛，感谢主，所以我们都可以聚集在这边，成为一个教会的大家庭。我们这个教会服事，大家很热心，爱主的心不容置疑。
但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会出现问题？就是当我们敬拜完以后，主耶稣这个都很清楚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交代我们的大诫命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就转个身的时候，那个爱人的标准就不会再用爱神的标准，我们就开始用爱人的标准，是我的标准来爱人。所以我们就把它切割开来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啊。这个爱人的标准就是情欲的问题啊，就是以我做标准。所以教会怎么会不断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重点是在这里。爱神没有不用质疑，大家都很热心，敬拜主，刚才唱诗歌，大家都很投入。你教会服事，你一定不落于人后；奉献你也不落于人后；参加小组你也第一名。但是为什么还会有问题？这是爱人的标准，我们很喜欢用无限的情欲的我来执行那耶稣交代我的爱人如同自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爱，就开始转换成我的标准。所以我们教会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境，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教会可以建立起来，但是教会的力量很难去扩展出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第二个，我们要每一天要去向我自己的情意说不，我要让主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两个这个问题性是世界潮流，有社会标准，什么叫做好的，什么叫成功的，我们会跟着去。所以很多时候你就常常想其实我们教会都在做不一样的思考了。教会事工，你像办那个社区的，办那个儿童的，我们在做的都不是补习班的做法。如果是补习班的做法，只有赚钱嘛。我们教会都是付出，希望小孩子得到帮助，社区得到帮助，是不是？这很好。这就跟世界的潮流 say no， 因为我们教会不是要赚钱的。虽然我们这个新的这个礼拜堂的空间是以前在做赚钱的，现在我们是赚人的灵魂嘛。好，你要怎么跟社会潮流 say no， 说不？这个就是我们。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个人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部分挑战更大。我要如何跟我自己说不？所以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你们要注意到这个关键点。我们要如何脱离这个捆绑？我们怎么自救啦？你要怎么救自己？你可以跟人家讲说，我教会的服事没有落于人后啊，我奉献也都是可以查得到的啊。行善嘛，行善，那这样可以救自己吗？保罗其实重点已经讲到了，回过头来是，这行善是带后，就是这个效应而已，它不是结果啊。它不是说你用这个来说换那个凭这个行为去换证，换说我可以进天堂啊，而是带出来的效应而已，就是你生命的改变所带出的效应。所以人要如何自救？人要如何自救？就是我们要很诚实面对的。你不是只有在靠着说我很热心在教会服事，我相信耶稣我就得救。你的信是信一部分的话，那当然出问题了嘛。你要信完整的就回过头来就是我要怎么去爱邻舍如同自己，我要怎么去爱邻舍。所以感谢天父上帝，他的这种无限的这个慈爱，还有怜悯、宽容度宽容度，就是一次机会、2次机会、3次机会，为的是想让我们在生命的这个洪流当中，这个大环境，他没有说把你全部改掉，让你在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你就不会做错事，你就乖乖的可以这样子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放在这个很残酷的大环境，通通不是基督徒为主的这个大环境里面，他就把我们放着操练，但是他的成绩不是一次定江山，终身了说不及格，再来一次，而且会用很多的方式来启发我们，包括我们今天一起在这边，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保罗书信，就唤起我们再次重新去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所以我当牧者的人也是要诚实面对我自己啊。我可以自救吗？哦，我岳母在那个不是病床啊，他躺在床上，他不太舒适。我每天晚上都会去跟他带那个晚祷。有一次我不在，我师母帮他说：“妈妈，我们一起祷告。”感觉上好像说牧师祷告比较有效应哦，师母祷告比较没有效应哦。他回来跟我讲说：“妈比较希望你去跟他带晚祷哦，因为你是牧师，他是师母。”上帝的怜悯慈爱没有分这种，所以他给我们很多的宽容帮我们带大，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在生命的这种历程当中跌跌撞撞做的不太顺，或是做了这个偏行几路的偏好几度的，他都可以用慈爱的绳索拉我们回来嘛，对。好，这个是天父上帝的这个怜悯跟慈爱的这种圣手来扶持我们，特别他又通过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不够，上帝的慈爱怜悯好像感受的不太直接他就说那直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一起同行天路嘛，做一次给你看所以耶稣的生命历程里面很多很多故事，让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哎呀非常有趣他那种成为人的样式的第一个关卡，就是挑战我们虚举就是倒空自己的。这个不是一个诗词念起来，腓立比书那段经文不是念起来很好听主耶稣基督倒空虚己读起来好像是虚我自己吗？那你要不要虚看看？这个就是操练建造，要来操练我们建造我们，是倒空自己的操练，不从世俗的风俗习惯，不从自己的私欲。所以保罗讲到这个，就是因而我们才有机会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嘛，然后呢一起掌权。这种荣耀权柄大家都想要，但是爱人的这部分的标准，我们却迟迟不愿意转。我们愿意做那个权柄掌权的位置，跟主耶稣同享那个荣耀，但是你却不愿意去经历那耶稣经历过的虚己倒空自己，取奴仆的样式。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有这种特权，但是特权要怎么来的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转换过来之后，你跟我同被建造之后，有什么差别？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巨大差别在里面。有说我是基督徒跟我不是基督徒名号上的差别，跟早期这个当然现在已经改掉了以前嫁过去之后，我之前毕业神学院毕业38年前毕业，我是派到那个南投忍耐乡的雾社教会，所以乡下教会在写这个信徒的弟兄姐妹的这些资料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趋势啦那个是社会风俗，那个已经现在都改掉了，大部分改掉了。我在写一个姐妹的信的时候她比如说王什么什么，后来我了解她嫁到人家去的时候，她连冠夫姓都不用，就直接改父姓就改了就是王什么什么。她之前是可能姓陈陈什么什么，陈什么姐妹，她结婚后就直接改她先生，不用冠夫姓我第一次才知道说原来那么直接的那么直接的差别性那么大差别性。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差别性多大？不是我是10年前信主的，现在我白头发比较多一点所以差别性在这，但是不是外在的啦，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嘛，所以那个部分很重要。所以爱主的部分，因为我们教会其实讲起来，虽然我们人数也不多，不算少，很多了300-400人这样，但是问题是，比上台湾社会有几个人认识你所以你在教会大家都相对来讲都彼此认识的时候，你会很热心的去爱主，
但是你回到家很少人看到你，所以你就可以这样，没有什么差别。教会好像有差别，但是回到家就没有什么差别，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性在这里。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在爱主的过程当中，那至亲的人，我们常常要更用心去爱，就是关起门来。所以我最至亲的就是师母，没有人看到我，大部分的时间你看不到我在跟他家里生活，讲话是怎么讲？好啊，这个问题性就是我的挑战。所以巨大的差别不在于只是在教会的这种公开的场合，更重要是在你内心私人的生活当中，那才是更重要的巨大差别。所以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的，保罗劝勉我们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他举那个比喻的例子啊，就是要让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信主前跟信主后，还有信主的历程当中的差别性。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被建造不断的这种开发自己本身，那主耶稣生命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新跟旧。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早上我在台语礼拜的时候，那个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哦。我们这句话讲起来非常感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请你告诉我，新在哪里？你的旧已经过了，旧有没有过？没有啦，旧比较舒服嘛，旧比较方便嘛，旧比较能够驾轻就熟嘛，新很难做。所以只有什么时候才会愿意屈就或是忍耐？穿新鞋子的时候不舒服，我再忍耐，我因为要给人家看我穿新鞋子嘛，对，那这个问题性，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面对自己？顺应世界潮流嘛，顺应自己无限的那没办法去满足的无限的欲望嘛。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这句话讲得好，问题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旧有没有真的过去的？所以我在教会那么多年，我最不喜欢听到有人，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最不喜欢听到、最不期待听到的啊，就是有人跟我讲说，牧师，我们都是罪人，教会都是人组成的，所以就是会有这些事，你也不要太在意的感觉了啊。我说，那你信耶稣干嘛？你都一直在旧事来做新事，当新事用的话，你需要信耶稣吗？要面对，要诚实的面对。所以我不喜欢听到人家在跟我讲说，牧师，我们都是人，有罪的人，我们都是教会，都是有罪人组成，所以我们都会有，就是会有教会都有问题。你希望教会一旦都不断的在旧事里面纷争吗？旧事里面在那边嫉妒吗？就是在那边这个毁谤吗？就是在那边争权夺利吗？你这样子的话不需要来这里，你去参加外面的这些现在台湾的这种乱象的政党的这种问题性，那更有趣。你还可以跳到国会上面你不喜欢对方讲，你就跟他叫他闭嘴都可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的吗？我们不喜欢那个啦，我们是回到自己选择的信仰。你希望你的信仰是一直都在旧事过不了，新事无法产生的过程吗？那你信这个信仰干什么？你今天坐在这边干什么？我今天早上7点半搭火车要来，从新竹要搭来桃园。夏天，家庭一组一组的家庭，他们要去花莲坐专车，要去太鲁阁号的专车，在新竹火车站十几列，人家要去做他们的心事啊。他礼拜天，他干嘛来跟你这边坐在这边？人家他选他要的啊，他觉得有意义的啊。那你跟我选择来这边干什么？现在11点半了。大好时光都过了啊！弟兄姐妹，旧事已过，都变成了新。哪些旧事，哪些新事？你知我知，我们回到家自己都知道，就诚实的面对吧。我自己有我自己要去面对的。所以我们得救，上帝的恩典，加上人对主耶稣的信心，说跟着主耶稣，依靠他，依照他的教导，我来改变我自己，
让他塑造圣灵的力量，加添提醒，不断的催逼我们，带出这效应出来。所以我们得救是这样来的啦，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事来换哦，这不是去这个百货公司去说我达到多少积分，我来换这个礼品的，而是因为你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选择今天来这里，这个宝贵的时间，我愿意来亲近主。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变通啦，你如果有必须要团体活动，牧师就会说你到那个台东资本的话，那边有教会，你就去那边找个时间，礼拜天去这个时间点，你去个礼拜嘛，哈。那当然这个就是变通了，哈。所以说重点还是回来这个，不是我靠我得救，靠我做好事得救，而是凭着我对主耶稣的信心，跟他相信他的教导是，不是还是用我自己的想法，而是愿意顺从他，转个身，他要我爱邻舍如同自己。好的撒玛利亚人不是故事而已，是一个生命，是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去落实、操练、去达成的。今天没有办法一次到位，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一样，我们都走这条人生道路，操练啊，所以被建造、被形塑、被改变，不是用对应到先生的喜欢，你的喜欢我来配合你。太太的喜欢我配合你，不是这样而已，是更重要是主耶稣的生命在我生命当中。所以那一个牌子送新婚家庭，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一个牌子而已，而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信仰，是一个行动，被建造，一起来做善功。做什么善呢？就是没有差别性的很难，一个没有性别的差别性的这个教会，一个没有种族差别性的教会，一个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结合在一起的教会。所以我是说，我们都不同背景嘛，那我们虽然就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同样的一种感受啊，对信仰的感受，但是我们可以因着主耶稣在这边一起服侍，一起来做教会的事工。更重要的，记得不是只有在这边取暖，我们建造不是在这边取暖，大家互相彼此说：“哎呀，你做得好啊，你做得好。”这不够，更重要是转个身，我们要能够在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事情上，真正可以落实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感染影响，这才是我们教会成立的目的。所以一起来做什么善功，就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召回这些迷失的这些羔羊嘛。所以无限的救恩通过有限的人，你跟我要来完成这无限的救恩，那不是多神奇的事情啊！多神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在这边聚集，没有什么为了其他的，也不是只是在等一下吃爱餐今天没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吃，听说不错，不是只有为了吃爱餐，爱餐那是爱餐嘛，分享的时间嘛，分享的时间，大家一起共同在领受上帝的米粮灵粮之后呢，一起在教会还有一个简餐一起吃，为的是这样，让这个生命体更茁壮，让这生命体更能够产生效能。弟兄姐妹，在新的世代，特别台湾这个困境，要走出一条新又活的道路的时候，靠人是没有办法的，靠人是没有办法的，唯独回到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很重要？你的一句话，你这个新跟旧的改变被建造，你就在成就这善功了，你就在成就善功了。愿主的话成为我们当中圣灵的力量，加添我，支持我们走这条又活又真的道路，同建造，同被建造，同来做上主要我们做的善功。同心祷告，感谢主，让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主耶稣。有你真好，不是只有我们在迦南教会的好，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私人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
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邻居左右都要好。这个好是因为主耶稣你的生命感化我们，改变我们，塑造我们，好让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为造就人的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都是建造人的工。我们自己本身被主耶稣建造，我们所带出的效应就是让其他的朋友能够领受到那无限救恩的可爱的地方，愿意一起来同行这往锡安圣城永恒生命的道路。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们。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信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邀请王牧师到台前为我们祝祷。我们起来领受天父上帝的赐福。但愿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因为主耶稣必你们同在。不论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境遇，主耶稣会扶持、安慰、保守你们。但愿我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赞美神。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每一天的帮助，阿们。我们互相请安，彼此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礼拜到此结束。